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取消咗中國同埋香港寄往美國小郵包嘅關稅，咁意味住咩呢？即係話如果舊陣時你哋寄美國嘅貨品800蚊樓下係唔使俾關稅，但係喺5月2日開始呢，就要俾145% 嘅關稅，咁一去呢，就每件產品俾100蚊美金，仲揚言呢6月會加到每件產品200蚊美金嘅關稅。咁好早嘅初期，郵局喺4月27日已經停止收取寄往美國嘅小包裹，因為呢啲關稅係需要當地嘅郵政局代收，跟住俾美國，所以郵政局係絕對唔會幫我哋咁樣收嘅。統計一下，原來發去美國嘅郵包佔90%咧，都係嚟自中國同埋香港，當中涉及有私人寄郵包去俾親戚，咁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一啲網上嘅平台喺度做緊生意，將啲貨品用小郵包嘅方便寄去美國，又唔使關稅，其實影響都幾深嘅。第一，空運嘅航機已經跌咗90%，即係基本就冇嘢寄，因為香港郵局係唔收呢啲小郵包，咁佢只收咧就係你寄紙張嗰啲文件，佢就幫你寄啦。咁樣嘅關稅下冇嘢寄，當然物流又冇嘢做，工人又冇嘢做，所以由於美國總統嘅票源最大咧就係運輸業一啲工人投俾佢嘅。咁喺5月13號。大家最後坐低傾掂啦。咁最後我哋寄小郵包嘅關稅呢，就會由145跌到去54嘅關稅。但係頭先講咗呢個關稅係需要當地嘅郵政局幫美國代收。咁香港呢，至今仍然企硬不貴。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寄一個小郵包寄俾我哋嘅親人，又或者你哋仍然想繼續喺網上做一啲小生意，咁應該點寄呢？當然，坊間仲有好多私人嘅快遞公司 ，DHL、FedEx， 咁我就略略睇到佢價錢，咁起跳咧都要200-300蚊嘅。而我咧就今次會示範用大陸嘅菜料寄1公斤嘅嘢，運費加埋關稅，大概160蚊左右。咁呢度呢，我就會示範點樣寄，點樣去俾個關稅，點樣申報。咁純屬係分享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跟住嚟睇。我平時寄淘寶呢，都好中意去蓮塘嗰間快遞服務公司。咁因為非常之近啦，你去到蓮塘口岸，見到中國銀行，右轉入條小巷，行3-4個鋪，見到滷水店，裏頭有個小巷，你就會見到嗰間快遞服務公司。個轉角位就有3家速遞公司，咁有嗰間快遞服務啦，仲有京東快遞同埋順豐快遞。咁嗰間快遞服務公司呢，就你一見到呢，就有一個收貨，有一個係寄貨嘅。咁你哋唔好行錯。如果有興趣可以睇返我舊視頻，示範點樣落單。參考嘅視頻212，連結呢都係放喺呢條視頻描述欄裏邊，裏邊都有提到我凡親落單呢都唔排隊嘅，就算佢點人多，我就會靜靜雞用隻手伸入去，喺佢台面呢就有一個自助落單二維碼，輕按微信2秒鐘就出現快捷功能，就點選掃描。對住台上落單嘅二維碼掃一掃，之前寄過嘅呢，咁寄件人嘅地址就會自動出現喺默認嗰度。如果冇嘅話呢，就自己填寫上去。我落單前已經一早複製咗菜鳥美國倉嘅地址，我只要貼上寄件人位置嘅頂部，佢就會自動填寫。按完成，然之後再填寫你物件嘅名稱。有得揀你就揀，冇就自己輸入。再按完成，跟住點我下單，咁個打印機呢就會自動接收邊個下單快呢，就會打印嗰張郵籤出嚟，店員呢就會嗌你個名。咁所以我咪話
我係唔會排隊嘅，我只係快快脆脆落單，咁我將郵籤打印咗出嚟呢，咁我就可以寄件啦。咁呢度注意，如果你自己嘅小郵包係有包裝，咁你就唔好封口，因為店員呢要循例檢查一下，然之後你自己封咗個包裝，佢就會因應你嘅小郵包大細，同你再包裝一次嘅。有陣時可能用一啲氣泡嘅信封啊，又或者係一個紙盒，好多時都係紙盒。如果你同時寄幾件，咁就記住將個郵包同埋小郵籤影一張相。如果唔係，你要申報嘅時候呢，就會有啲凌亂啦。而家示範點樣揾菜鳥寄美國倉嘅地址。如果你未用過菜鳥，可以睇返我舊視頻168參考，鏈接都係放喺呢一條新視頻描述欄裏邊。點按菜鳥嘅頭飾，嗰個面頁左上角你會見到佢嘅地理位置，寫住中國香港，點入去，然之後點選美國，再去返面頁去集運呢個位置，點一點就會有呢個專屬倉嘅地址啦。按呢度一鍵複製，當你去大陸嘅速遞公司要寄件嘅時候，先複製咗佢，然之後填寫收件人嘅地址，貼呢個地址上去就得啦。貨到咗菜鳥大陸嘅美國倉，你就點按呢度集運訂單，代入庫，點按入去就係你嚟緊快到大陸美國倉嘅貨品，你可以預先申報佢哋嘅價值、名稱。到你見到代盒單，即係話，咦，已經入到去倉啦，亦都申報咗，你哋呢就可以將佢轉發去美國啦。咁佢有幾個方法嘅，就有經濟嘅海運啦、經濟嘅空運同埋標準嘅空運。咁你見到標準空運嗰個閃電呢，就即係話佢會快速啲，咁啊當然價錢會貴啲。我就點選代入庫，然之後補充佢嘅申報信息，咁啊寫商品嘅名稱啦。咁原來英文呢係唔接受，你需要寫中文，然之後寫佢嘅數量，再填寫佢每一件嘅單價，佢自然呢就會幫你計算總金額。我就申報係有5粒蟹花，每粒係2蚊一粒，咁啊總數係10蚊，咁佢就預先就會計到俾我聽關稅需要幾多。咁呢度就要留意啦，雖然響5月14號12:01正式開始，美國嗰邊呢係收54%嘅關稅，但喺呢度呢就要預先俾95% 嘅關稅。咁當貨品去到美國清咗關之後呢，佢就會實報實銷，多除少補嘅。咁你哋可以預先申報，或者喺合單嘅時候呢至申報都得。當你合單，即係話要轉寄呢一包包裹去俾你美國嘅朋友，咁啊記得準備佢個地址、電話、電郵，咁同埋呢就有一個郵政區號一定要有啦。咁啊注意，好多時美國嘅州名呢寫地址嘅時候都係用簡單嘅英文字代替嘅。咁喺呢度填寫地址嘅時候呢，你要揾返佢個全寫。如果你臨時揾唔到，就參考我視頻尾，我就擺喺視頻尾部有一個對應表。頭先我申報呢就係10蚊總額嘅物品，咁原來喺菜鳥呢個美國倉要寄出呢，至少你件物品要36個半。咁於是我就死氣將10蚊嘅產品改成36個半，所以佢就提示我更改申報嘅金額。咁呢度你哋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即係話，如果你件產品係10蚊，咁你就要將佢作大啲。但如果件產品係貴嘅呢，可唔可以作細啲呢？即係話原本100蚊，我就作到佢36個半，咁我個稅金係咪根據36個半嚟計算呢？嗱，呢個只係我憑空想象嘅啫，到時係真正睇下海關信唔信啦。咁我將5粒蟹花原本10蚊，就夾硬改到36個半，預繳嘅稅金95%呢，就34個6毫8。咁啊講明啦，去到海關收幾多，剩翻呢就要俾翻我嘅。咁你寄去美國嘅地址可以一早增加，又或者喺呢度確認盒包嘅時候呢，就會出現寄件人嘅地址，你點選入去再增加。
按確認核包，跟住填寫收件人嘅姓名，一個美國嘅手提電話號碼，跟住填寫地址嘅州份啦。咁通常呢就係嗰2個英文字母，咁你可以自己識得對應呢，就自己去揾。一係呢就慢慢向下拉，揾到啱為止。咁對應嘅表呢，喺個視頻呢有一份俾大家參考。跟住就點選城市，咁你可以喺放大鏡嗰度輸入，又或者往下拉去選擇一個合適嘅城市。跟住將你嘅詳細地址寫喺呢一個位置，需要下次都係記呢個地址，就默認呢個位置點一下，完成之後按保存，然之後將頭先加入嘅新地址作為寄件人嘅收件地址。我就係寄一件1kg樓下嘅物件，原價呢就值10蚊，咁因為要符合佢嘅標準，最低要寄36個半嘅貨物，咁連埋運費呢，我就需要俾104個5毫8，咁當然呢仲可以減嘅，咁睇下呢度點樣減。咁佢有3個物流，就係空運經濟、空運標準。同埋呢，用一個船運嘅，船運當然係最平啦，咁但時間差唔多要成個月㗎。咁呢度要注意佢嘅收費，咁我就點選咗經濟空運，咁佢講呢就係首重0.5 35個半，但係原來佢呢就一定用1kg 計算，咁即係話你件嘢係得1 gram 或者係50 gram 都係當1kg計，即係話你基本呢就要俾70蚊。咁呢度就睇到個95% 關稅係點樣計算嘅，一個基準嘅稅率65%，再加芬太尼關稅20%，再有個對等關稅10%，咁於是就預收咗我95%。而據我了解呢，小郵包係收54%嘅，咁到時睇下寄咗過去之後，佢會退返幾多俾我就知道啦。咁佢哋要收多咗嘅，都係一個穩陣嘅做法。另外呢，亦都會喺首重嘅費用加收咗18個9，作為預支清關嘅手續費，以確保我嘅包裹清關順利。咁佢嘅計費同埋佢嘅準則呢，你哋可以點選入去睇清楚，符唔符合？咁我就計算過，由大陸寄去佢大陸美國倉，咁即係如果係今日寄，聽日就會收到，跟住我即刻可以下單呢，去合併轉發去美國。咁但係佢哋嘅下單嘅截單時間呢，就12點鐘，咁即係無論點呢，我都要頭尾3日至可以轉發呢件物件。咁亦都有一包呢，寄出成功去美國呢，就大約用咗13日，咁即係連離開佢哋嘅大陸美國倉啦，再轉發去美國用咗13日。咁即係頭尾就用咗16日，咁過程中呢，你可以隨時點入去查詢你嘅物流，佢就會話俾你聽你件物件做緊啲咩過程啊，離開機場啦，去到當地嘅海關啦，佢甚至呢會將你個包裝呢係影一幅相俾你參考。我喺大陸蓮塘口岸寄呢個包裹去大陸嘅菜鳥美國倉。咁嗰個職員咪同我包裝咗個紙盒嘅，咁其實呢，喺你合併嘅時候呢，你可以指示話唔該，你同我呢拆去所有嘅物流嘅包裝，咁相對之下呢，我件產品就會平啲，咁當然運費亦都會相應平啲嘅，咁注意佢嘅規矩就係1kg開始計算，咁你哋自己衡量下。需唔需要拆包裝呢？如果喺1kg樓下連埋包裝，你哋可以唔需要拆嘅。咁你甚至可以要求嗰件產品商家原本包裝好嘅，即係你見都未見過就直接話要寄去美國。咁你覺得佢穩陣呢？你可以拆咗佢嗰啲外邊嘅紙盒啊，或者啲保護膠，咁仲會輕啲。咁呢度呢，我就因為慳運費，所以我一早呢就用充值。充咗1200蚊呢，就送60蚊。咁後尾我發覺嗱，同時啲菜鳥原來喺香港嗰個菜鳥充值嘅錢呢，
就用唔到落呢個美國倉嘅菜料嘅，所以我要咧獨立再充值一次，咁而且個折扣都唔同嘅，你哋注意一下啦。咁由於我就用充值，所以仲俾咗20蚊嘅紅包，埋單呢就104個5毫8，大約美金14個63。結論就我寄1kg 樓下嘅貨品，咁啊最基本呢都要寄一件產品價值36個半，咁計埋我返大陸嘅車費啦，然之後響蓮塘口岸將包嘢寄去個大陸倉，咁啊收咗我8蚊，然之後就要俾關稅，即係話如果你件嘢100蚊，咁你就要預繳個關稅95%，咁我仍然都係保留嘅，因為我聽新聞呢，我哋嘅小額郵包係54%，咁但係見到呢度呢，就加埋咩芬太尼關稅啊，或者啲咩基準關稅啊，咁啊到時要事後至知，咁啊基本咁樣計出嚟呢，我一件郵包咁運上去呢，係用咗160蚊左右，咁啊大家可以衡量下你有冇嘢要寄，或者呢個方法又符唔符合你嘅預算做生意嘅成本。返上大陸寄件會唔會用一啲便宜嘅方法，或者揾一啲你屋企嘅長者朋友來回用8蚊上去，一次過幫你寄多件嘅包裹。咁我聽到我朋友話145% 關稅，咁即係如果100蚊件嘢就要俾多145蚊，咁佢就話唔可以再寄嘢俾佢嘅親人。咁我再溫馨提示，每一件產品基本都係當1kg計，而產品嘅價值一定唔少於36個半，而關稅係基於你物品嘅價值去計95%。咁你明我提示啦。如果你哋都有啲咩便宜嘅方法可以寄嘢去美國，記住留言喺呢度分享俾大家。好多謝大家觀看我嘅視頻，如果喜歡可以免費訂閱，如果覺得資料有用，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下次再見，拜拜。